苗圃八福第5課，代代平安，斷開家族咒詛，福蔭後人。第6天，約書亞記7章12節。因此，以色列人在仇敵面前站立不住，他們在仇敵面前轉背逃跑，是因成了被咒詛的。你們若不把當滅的物從你們中間除掉，我就不再與你們同在了。約書亞記7章12節。因此，以色列人在仇敵面前站立不住，他們在仇敵面前轉背逃跑，是因成了被咒詛的。你們若不把當滅的物從你們中間除掉，我就不再與你們同在了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求你幫助我脫離環境上一切不合你心意的事，除去一切家族中不潔之物。我要敬畏你，不以別神代替耶和華。讓我有從你而來的聰明智慧，常與我同在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，我靠着耶穌，可以把一切當滅之物從我和我的家族中間除掉，得着祝福。阿門。